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纽约洋基做客巴尔的摩精英系列赛最终战登场，洋基全队单场7轰，在捕手桑杰士缴出3响炮领军下，中场以15-3获胜，在3连战的系列赛横扫精英。桑杰士 Gary Sanchez 生涯首度单场3轰，并打回6分打点，队友佛瑞泽 Clint Frazier 也有单场双响炮、4分打点的表现，托瑞斯 Gleyber Torres 罗迈恩 Austin Romine 也都敲出全垒打，助洋基在客场拿下3连胜。洋基先发投手海尔曼 Domingo German 今天前5局没被精英敲出安打，7局下半先被敲出内野安打，再投出保送，留下2人在垒遭换下场。他今天投6局，有3次3正，2次4坏，被打2支安打，丢掉2分，都是自责分。精英开季打出令人惊艳的4胜1败战绩后，近期吞下4连败。精英投手海斯 David Hess 上一战首度先发，对多伦多蓝鸟投 6.1 局8次3正外，仅1次保送，没被敲出安打无失分，但他今天后援投5局3正，保送各2次，被击出5支安打，丢掉4分，都是自责分。托瑞斯佛瑞泽今天在2局接连敲出阳春炮，助洋基以2-0领先。桑杰士3上挥出2分炮，让球队将领先拉开到4分差距。佛瑞泽6局敲出带有打点的安打，洋基以5-0领先。桑杰士本场比赛第2支2分炮，让洋基在7局取得7-0领先。随后勒马耶 DJ LeMahieu 厄薛拉 Gio Urshela 2支带有打点安打，洋基领先打9分。精英7下追回3分，但戴维斯 Chris Davis 在垒上有2名跑者时却吞下3振，未能让球队攻势延续。他今天4打数0安打，开季至今23个打数没有任何安打，2018年还曾陷入44打数0安打的窘境。桑杰士在8局挥出2分炮，佛瑞泽、罗迈恩则在9局接连开轰，其中罗迈恩的全垒打是从精英客串投球的内野手艾伯托 Hanser Alberto 手中敲出。